世间上课袂惊，要上班嘛要看。若咱正在先发，就支持甲陪伴，半暝会落味道。前尾是阿酒吧，有人伫遐起价，有人咧拍扑啊，计工碰过头放甲看，一定拢会最抢赢。大经早顿店的表，现在海报拢搭满，本来无人咧看。大联盟下黑声，瞬间含袂菜阿姨拢知上 A 热上二维码，旅行社团开起来，飞去美国看比赛，现在表现水起来，台湾股票起起来，家长观念洗白，高读册是袂歹，但注重有健在，hiphop棒球嘛会使。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，咱有全民网的声卡。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，讲到一支一支巴达。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，先拍滚地球来双杀。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，囡仔往先发。永远会记，出现台湾，十九成，无人唔捌，台湾囡仔，世界上悬，所有台湾人，手也悬。用动简单欠缺的，这个台湾社会，伊无分哪里差别，开战感动大家。球赛时间内底迄，本地暂时亏咧。虽然2点真短短，咱是团结做伙会赢，着感谢着雨天我，输得怪家己差。传统台湾囡仔，普世良心拢伫遮，人输好亲熬，不过感受袂着甲台湾妈。台湾证明就是上好咱骄傲的台湾囝，甲外国人介绍台湾一定有全民网。高空做赛迄天，免惊对手思想，台湾要有自信感，对一切有希望。哪有啥无可能？你看咱的台湾之光，哟！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。咱有全民网的声卡，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。讲到一支一支巴达，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。先拍滚地球来双杀，不管对手是啥人，咱拢唔惊。囡仔往先发，永远会记。出现台湾19成，无人唔捌，台湾囡仔，世界上悬，所有台湾人，手也悬。